莫河11天，今日我哋嚟到行程當中其中一個景點呼倫貝爾大草原。米蘭仔梗係包埋航拍俾團友可以有更深刻嘅紀念啦。喺片中見到團友接受緊祝福儀式喎。講起呼倫貝爾大草原嘅迎賓傳統，源自於蒙古族古老嘅遊牧文化。歷史上草原地廣人稀，以前好少旅客㗎。牧民對遠道而嚟嘅客人極為珍重，逐漸形成咗隆重嘅迎賓儀式，以表達對客人嘅尊重同祝福，流傳到而家㗎。咁有邊幾種迎賓儀式呢？第一就係下馬酒啦。客人抵達嘅時候，牧民會手捧銀碗，獻上醇香嘅馬奶酒，唱起悠揚嘅敬酒歌。客人需以右手嘅無名指沾酒，敬天敬地敬祖先，俗稱蒙古族三壇禮，再一飲而盡，象徵接受草原嘅祝福。第二就係獻哈達，你喺片中會見到好多藍色嘅哈達，代表永恆，掛喺客人嘅頸上面，表達最崇高嘅歡迎。第三就係歌舞迎賓，馬頭琴演奏嘅萬馬奔騰，以及熱情奔放嘅安代舞，瞬間點燃咗草原嘅氛圍。我哋將酒歌舞嘅共享打破咗陌生感，希望友誼永固㗎。而家現代嘅旅遊傳承，呼倫貝爾嘅景區將呢啲全部嘅傳統發展為特色嘅旅遊體驗，希望遊客深深感受到草原文化嘅溫度㗎。咁我哋今日暫時講到咁多先啦。咁我哋嚟緊希望呢幾日會睇到極光㗎，大家繼續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啦。多謝晒。